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总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眾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1月2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先祝大家新的一冬新年快樂！2026台南好養跨年演唱會起因大批人潮，也毋過網青鄭芳成閣再次現身會場。好佳在因為日前台北隨機傷人事件，市府加強維安警力，伊才出現，馬上就互趕走。只是過程當中，也閣拍到員警專案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偵辦。哇！好大的官威啊！對着警察大聲聲，伊是網青鄭芳成，先前佇咧社群平台頂有過再次到跨年晚會現場，人果然出現。好佳在因為台北隨機傷人事件，社會對公共安全高度關注，市府加強維安警力，巡邏密度甲應變機制攏提升。佇警方及時處置之下，並無造成危害，顛倒是警員佇過程當中受傷。證明滋擾、危序行為引發民眾恐慌，本分局促請其離開會場。過程中，證明不斷挑釁員警，手持手機拍攝時揮擊導致員警擦挫傷，全案依涉嫌違反刑法妨礙公務罪偵辦。地姓網青翁仔某指控家己的囡仔互台南一間幼兒園園長侵害，也閣互教育局查案，經過司法審理，做出無起訴處分。也毋過鄭芳成佇社群媒體頂由原散布甲司法判決無符合內容，透過影像已經誤導性講法，想要製造社會誤解。在行政層面來講，他已經對城市市民造成很大的不安跟反感，我們覺得蠻遺憾的。至於他案件本身，司法已經有一些
判決了。把不實的影片放上網絡，換來100萬的點閱率，卻讓無辜的孩子影像曝光。家長要求影片下架，他拒絕了。教育局說明，該案無論是行政也是司法調查，攏是依照規定定時辦理，而且甲兒少保護的議題有關。面對不實指控以及惡意造謠持續擴散，這當呼籲大眾愛會曉分辨錯假消息，莫黑白傳，避免造成傷害。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記錄台灣在世界棒球12強比賽奪下冠軍的紀錄片《冠軍之路》在元旦上演。立委林俊憲特別舉辦包場活動，邀請台南市中學2齡英性國小的少棒隊小球員做伙觀賞，回顧台灣棒球的奮鬥過程，同時嘛替未來世代助力信心甲勇氣。記錄台灣在世界棒球12強比賽奪冠軍的紀錄片《冠軍之路》，在2026年元旦上演。立委林俊憲特別辦電影包場，邀請台南中學2齡英性3間國小的少棒隊以及安平國中女子壘球隊等做伙來看。透過紀錄片回顧台灣棒球的奮鬥歷程，嘛為未來世代助力信心甲勇氣。這不是只有講棒球的故事，這是講一群人，他們怎麼在不被看好的情況底下，大家不服輸，全力以赴，力爭上游。這是告訴大家，一個團隊，大家的心緊緊的結合在一起，才可以拿下世界冠軍。他真的開始認知到，我們真的是一個得到世界冠軍的隊伍，我們是一個擁有世界冠軍實力的國家。我們要帶着這樣子的自信，帶着這樣子的一個對於成績的肯定，去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不管是我們台灣的國家隊，還是台灣自己的未來。到了市長初選的立委林俊憲，都來希望大家保持迄份棒球所在的熱情甲感動，嘛承諾有機會承擔更較大的責任，將持續推動台南3級棒球，讓台南成為真正的棒球城市。我們要重新再把台南那種棒球魂這個給它振奮起來。大概在我這邊的競選市長我認為台南應該再好好的來發展我們的三級棒球，讓它來結合政府以外民間，然後還有學校。尤其現在第一個，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要編更多的資金的投入。包括民間企業的支持，那同時我們要引進，例如最新的科學訓練改善設備。冠軍之路在不在？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市育善協會去年8月份在永康區成立，提供弱勢家庭機能救助、生活關懷、物資發送等。為了擴大服務，協會特別在安南區成立會館，今年正式啟動關懷行動。去年8月，才打成立台南市育善協會，會址為在永康區永大路2段，為服務較濟弱勢民眾，特別在安南區成立會館。這個場地由副理事長何長志提供。回來所有幹部也攏出錢出來以外，尤其是蕭玉龍、陳月霞，更是加碼贊助整修的費用。為了就是希望會當早日展開服務關懷，熱心公益，使人感動。甲拜七天，協會也辦理物資發送，溫暖900、溫暖2里，總共167戶家收。安南區長魏文貴特別感謝育善協會對着弱勢族群的無私奉獻。今仔除了揭牌以外，我們也同時發放在地2里的物資會使講除了這關懷弱勢以外呢，那未來他們要做的事情其實已經規劃好，也規劃了相當多。例如說，平常咱也是無錢通去吃飯的其實人因嘛要提供免費的便當來供應給這些弱勢吃一頓咱所謂的溫飽，讓這弱勢呢。會當感受到，只要若住佇咱安南區，咱就會受到咱的關懷甲溫暖。理事長譚忠信表示，育善協會佇咧去年8月11日成立，
目前會員人數大約是140人，服務內容包含急難救助、中低收入戶生活改善、重大社會事件救助等。民眾若有相關服務需求，攏會當向因聯絡。我們是在114年的8月16號成立的，那目前會員數呢有100多人哈。那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就是一般的急難救助，只要你有需要你在那個網絡上可以搜尋到我們也可以來到我們安南會館然後來這邊看有任何需要幫助的，我們一定會鼎力相助。除了以上的公益服務，協會每禮拜一到拜五，在禮拜安路二段520號，嘛有愛心便當發送，實際幫助家守弱勢、身障族群，也希望認同因關懷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醫生協會行列。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為了提升台南市的就醫品質，市府衛生局每一檔攏會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病院的醫療服務設備甲政策的執行，進行整體的評估甲考察。而114年，佇咧27間督導的病院當中，有成大等6間病院摕下優等，同時嘛有解分服務等16項特別獎的肯定。根據了解，中央是每4檔辦理一擺病院變革，不過市府為了讓醫療體系積極向前邁進，是每一檔攏會辦考核，希望一發現問題就馬上改善。對此，衛生局就選定年底公開27間病院的考核成果，邀請市長吳美婷以頒獎，包括成大、基美、市立病院以及新亞病院這6間核選優等。時間得到產生一個。癌症病患的時間又縮短了14秒，所以說讓人家覺得是事實上怎麼樣能夠幫忙民眾在初期的時候、早期的時候就能診斷出來，這變得非常重要。特別謝謝各位。另外在醫院運營方面大家知道醫院要救人，但要必須要能夠生存，所以說很多除了中央健保署之外，我們地方政府可以配合的部分，我們也願意全力來協助，包括人力的部分包括就醫環境的部分，包括交通維持的部分，我們都願意盡力來全力來協助。由目前衛生局正積極推動大家醫計劃，就是讓醫療不只佇病院內，而是親臨社區甲家庭，讓健康管理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年嘛，祭出大家醫計劃合作獎以及解分服務等16種特別獎的肯定，希望新的一檔用上好的服務，持續守護市民健康。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市體育局114年承辦全中運，甲規劃多項國際賽事，展現競技實力。市府未來將持續支持選手訓練，強化場館建設，推廣全民運動，讓台南成為真正的運動社區，甲市民共享運動成果，甲健康生活。114年，台南市體育局新古風俗，承辦全中運、U12世界杯少棒、U15亞洲青少棒、華總杯排球賽、全國鐵人3項等多項大型賽事，得到中央體育署以及國內外選手一致好評。而且不只是比賽辦了好，選手的成績也破2年的紀錄。全中運台南代表隊總共摕下48名金牌、42名銀牌以及63名銅牌。總計153名獎牌佳績，破大會紀錄5項九人次，表現亮眼。那這是我們隔了22年沒有舉辦的一個運動賽會，那我們辦的結果也非常好，得到中央的肯定，尤其是體署那邊對我們非常的讚揚。同時，為了提升城市國際能見度以及選手國際競技能力，體育局積極拓展國際運動交流。今年也是古都馬第20檔舉辦。
球希望透過賽事，讓咱的選手累積實戰經驗，增進國際競技視野跟實力。古都馬拉松是第20年，那我們也擴大來舉行。那尤其是我們因為這個在市區的關係，我們限定25000個人，我們在不到1個月就全部都爆滿了。所以呢，明年3月1號的時候，應該會吸引很多的跑友到我們台南來，一方面來觀光旅遊，然後一方面來享受這個競賽的這個樂趣。那我們其他的項目呢，包括我們的國際龍舟賽。國際龍舟賽我們是配合我們的運河，明年是通航100年，所以我們擴大來舉行。另外，我們的華中杯的排球賽，在水甲這樣一個球館準備來興建。那今年第46屆，明年第47屆，會越來越多的人來我們台南市。那我們希望多辦一些國際賽，然後讓我們的選手能夠跟國際的選手然後來接軌，讓我們的選手能夠有未來代表國家，能夠在國際賽為我們台南市、為我們國家爭取榮譽。局長陳良全表示，透過國內大型賽事的磨練，讓台南選手競技實力持續提升，培養出國際競技人才，也讓基層體育扎根成效逐步體現，為未來國際賽事奠定穩固基礎。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全國首創以地成宮以及媽祖為主角，烏水溝傳奇倒仔耍，主辦單位選定2026元旦，佇咧鹿耳門天後宮進行交流比賽，吸引儕民眾報名參加。除了今日媽祖信仰的發源地，嘛希望透過倒仔耍來學歷史文化、練台語，佮交朋友。2026年新的一冬，真濟人行村來到媽祖信仰的發源地，虔誠敬拜同時，全國首創以地成宮甲媽祖作為主角的烏水溝傳奇導遊，嘛選定佇遮正式開展交流。這款3對1的電影遊戲雖然拄發行，不過日前結合 cosplay 舞台劇刺身演出，已經是未演先轟動。開賽進前，包括民政局、安南區公所、總價寬屏等儕民代貴賓攏來讚聲，肯定烏水溝傳奇這款一面爽一面學的導遊，更富有歷史文化教育價值。就是說從我們作為這邊自駕經過橫湖來到過程來登陸，所以這段歷史我們今天的觀光單位利用這個桌遊比賽。能夠讓我們的年輕朋友了解這段的歷史。我想這一段不僅是在我們宗教聖地這個信仰中心能夠了解正成宮來台，還有在我們整個宗教文化裡面能夠宗教活動結合文化活動，也結合教育的活動。該導遊的發行嘛，凸顯歷史不是過去，佇島頂得當學習。這個遊戲讓我學到鄭成功的歷史，我覺得很有趣。2位小朋友也是5年級，他們正在學習這一段。那相信他們玩完之後，對於他們自己的學習會有更好的幫助跟理解。這遊戲最吸引人的地方呢，是我們融合了漢人、原住民跟鄭成功軍，我們要一起合作去驅逐荷蘭人。但是荷蘭人其實是很強的，它有非常多的功能，所以我們因為它也像也不算地主，就是地頭蛇的感覺，所以我們要一起合作，然後私下討論然後去看我們要如何去驅逐荷蘭人。由花蓮影視公司結合鹿耳門天後宮鹿耳社區發展協會所共同舉辦的烏水溝傳奇導遊交流比賽。邀請大家在遊戲甲活動當中，認捌台灣開台歷史，感受府城文化吸引力。迄一個傳奇，就是咱地成宮一生的傳奇。伊安那咱漢人，咱白毛族的先祖，來攻打荷蘭人，把荷蘭人趕走。所以為着要紀念這段歷史的事蹟，所以轉來鹿耳門這個原點。來辦理，這是今仔日辦這個黑石鍋傳奇桌遊，在鹿耳門辦介大的意義。透過這一場桌遊，玩桌遊由府城、由台灣去傳承全台的文化教育的擴產。那從我們的廟宇出發，一直連接到社區，連接到學校，透過校園的方式呢，讓孩子們呢輕鬆的寓教於樂，玩中學，學中記，認識台灣的歷史、地理
以及本土的文化。當大家佇桌頂討論策略的時，嘛正呢重新經歷300年前的鹿耳門，佇媽祖的守護、生命的勇氣，甲台語的聲音，透過導遊再次被看見。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經過41棟的台南文化中心，有濟濟戲劇、舞蹈甲表演藝術的文化基地，特別推出南火之誕，以藝術向這座文化地漂地域，目前嘛將大規模徵收。文物陳列館完成劇場有計115年底會當完工，毋過1800席的演藝廳封館要將近2棟，無其他場館會當代替。這大型劇團的演出一定會跳過台南。台南傳統氣氛，霓虹拱門加上椰林大道，中間則是鳳凰樹意象。文化中心與草飛火影像設計團隊光滿樓推出節慶主題藝術創作《南火之誕》，包括椰子樹的椰子是用燈籠去做的，然後還有最前面的入口的拱門也是用台南的字樣，然後可以讓大家去輸入螢幕的字，然後讓大家一起就是祝賀台南的節慶，然後或者是想要告白也可以，或者是想要對文化中心未來說的話也可以。除了裝置上滿滿的台南味，文化中心志工和市民也加入共創，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民國73年啟用的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面臨設備更新、空間不敷使用等困境，目前步入大規模整建，文物陳列館、原聲劇場已經修館搬遷，預計將從115年3月底整修到12月底。至於最晚整建但影響也最大的演藝廳，將從116年1月份閉館，預計117年底重新問世。藝文展覽它的確會因為演藝廳關閉的關係，其實它是會受到影響。那所以我們現在其實也因為前陣子也重新整理過歸仁文化中心，它也有演藝廳。然後明志文化中心它其實也有演藝廳，那所以我們現在也有把相關的一些表演活動就是分流到不同的一個場館當中。那除此之外呢，事實上也在思考就是戶外展演的一個可能性。文化局表示，台南並沒有其他可以容納那麼多人的演藝廳場館，客群一旦流失，要花更多力氣把觀眾找回來。為此也規劃透過節慶邀演，把大型劇團找進來，陣痛期不可免，期待更好的空間出現。記者宋懷談的報道。主計總處公布114年前10個月全體受雇員工經常性薪水中位數是38,319塊，年增3%。不過無滿30歲族群，薪水中位數只有3萬塊出頭。青年加薪壓力猶原存在，社會新鮮人的就業產少，加薪的期待甲轉職現象，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24歲統計系應屆畢業生謝小姐，目前以主持展覽、接待等接案工作為主，認為高時薪與彈性更符合現階段規劃，每月收入可達4到5萬元。她也曾誤入高薪酒吧徵才陷阱，實際卻是8大行業，提醒求職需謹慎查證。就是過去我有收到一個面試邀約，那他的職缺是說酒吧服務生。那因為當時我才剛高中畢業，就是沒有意識到查核公司行號的重要性。那當下只是覺得說酒吧服務生因為是大夜班的工作，所以時薪比較高是正常的。然後我就去面試了，結果到現場才發現其實是8大行業酒店的工作，所以我當下就馬上婉拒了他。當初時薪是有到900塊，然後他計算的方式，他是以1節10分鐘150元，所以時薪就是有到900元這樣。因為我目前是剛畢業，然後我有打算報考明年的研究所考試，所以目前是以兼職的工作為主。那我是以像是展場跟開幕活動的主持人，然後還有接一些品牌推廣 PG 跟展場的銷售業務等工作這樣。因為我是有一邊上課，然後一邊工作，就不是完全都在接案。那我這樣兼職下來，1個月可以到4、5萬左右。
25歲的曾小姐自夜校畢業後，已歷經2份工作，因不滿3萬多元薪資而轉職，成功找到新工作，月薪增加1萬元。她同時斜槓投入占卜與紫微斗數，自學並經營 IG 分享內容，每月帶來約1到2萬元的額外收入。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是念夜校，所以我就是早上就是做正职的工作為主，那晚上就是上課。然後那時候後來，因為我也是今年畢業，然後那時候會想要換工作，是因為就是想說希望薪水能有所再提升這樣子。然後所以呢，我就是在畢業前先辭職，然後也是後來也有找到相關，也是電商，但就是他薪水就是整整大概多了1萬塊，然後就是福利上也比較好這樣子。後來因為我是以前打工的話，那時候在早餐店打工的時候，學生時期我那時候就有想說我對神秘學蠻感興趣的，然後意外也有看到就是有那個線上課程可以學習，所以我就報名了，然後我就去在線上課程自學，然後就是原本只是想說學着當興趣，然後後來先幫身旁的家人朋友算啊，然後他們覺得還不錯，然後就覺得說好像蠻準，那想說那不如我試着經營看看，然後我就開始我是用我的 Instagram 賬號上去經營這樣。現在的話就是待業中，然後在我等下一段工作之前都是做占卜，對。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40.2%的新鮮人仍停留在第一份工作，但已有36.6%換過工作，其中11.4%甚至連換2次。轉職主因包括趁年輕多方嘗試、不滿意薪資或缺乏成就感，並有高達77%的新鮮人認同 AI 技能或證照有助於求職。那我們就想要了解一下為什麼會想要換工作，其中呢前3名的原因，第一個呢當然就是呢，大家認為自己年輕嘛，所以還有時間有機會可以再去試試看不一樣的工作，所以會選擇要轉換。那麼再來第2個呢，就是認為說好像薪水不符合期待，所以會想要轉職。那第3個呢，則是在他們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面找不到一些這個工作的一些興趣啦，或者是覺得這個工作可能不適合自己所以想要來轉換一下不同的跑道了。那當然呢，就是我們也有來詢問說，那他們的第一份工作是從事什麼樣子的職業？那前3名的這個行業呢，第一個是這個科技資訊業，再來第2名呢，則是這個大眾傳播，第3個呢，則是這個包含像是餐飲旅宿業之類的這樣子。對，那比較有趣的是呢，我們這一次調查之中呢，有發現說有將近1/4的人，他們是表示在學期間呢，其實就已經找到工作了。那這個部分呢，也顯示出，因為現在呢，百工百業都在缺工嘛，所以就提早把觸角深入到校園裡頭呢，及早的來去尋求人才哦。好，那當然呢，我們這一次有詢問就是平均的這個起薪了，調查之後也發現說呢，薪資大約是落在33010元左右，比起去年的調查是在31650塊，其實也增加蠻多的。但是呢，对於這個薪資的期待呢，這次調查之後也發現說，大家呢認為應該薪資要落在39000左右哦，所以這個距離大家理想的薪資呢還有一段落差。也因為如此呢，像我們這次調查也有近50%的這個新鮮人，他們會期待自己呢有一份正職工作之餘，也希望自己還有一份兼職的工作。那這也就是呼應出了，就是為什麼大家呢會想要再找新的工作，就是因為錢可能不夠啊，要需要用兼職的方式替自己來增加一些收入。人力銀行發言人莊宇杰指出，雖然新鮮人平均起薪來到33010元，年增4.3%，但與期待薪資仍有落差。近半數因此考慮正職搭配兼職。他提醒新鮮人應審慎規劃職涯與時間分配，避免短期收入影響長期發展。記者林啟慧台北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2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順懷，咱再會。
流感、新冠都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講袂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這我攏知啦，但是該做嘛愛做。給來做啦！你這個唔是我做上司啦。對。趕緊別叫 boss。愛我們到福氣啦。原來是夢。阮查某孫攏講哦，伊今日有時陣叫我愛看你去吃紅地蛋。準備好。好，行。所料要先一解解決，給你做哦。請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3、4、5、6。